旧年休大，隔壁日本人因兜有来一个对台湾来的小学生，伊叫林威霆，是台北县泰山明治国小3年仔来日本参加暑期森林小学。为着要欢迎对台湾来的囡仔，迄位厝边太太阁专工去语言学校骨力学习6个月的北京话。毋过到尾啊，毋知影是伊的发音有问题，也是林威霆伤过头紧张。因两个中间煞讲话袂通，干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故不将我临时互叫去做翻译。咱啉饮料了后，林威霆才慢慢甲阮讲，伊旅游日本即几工以来的印象。我真烦恼台湾粪扫的问题。日本的街仔路实在是足清气的，真希望讲台北嘛会当亲像东京共款。出国干那短短几工仔尔，威霆就有即种感想。迄是因为伊对台湾有真侪的爱啊。我相信讲出世伫台湾、成长伫台湾的小朋友拢共款，自然会爱惜家己的乡土。我的囡仔有美甲有红。因出世伫日本，成长伫日本，因真喜意日本，就好亲像恁真喜意台湾共款。优美拄出世迄一天，伊的老爸当底破病发烧，犹无法度起床的。我甲红爷仔斗阵倒伫面床顶，袂顶袂动。伫无依无我的日本，忽然间当着一个生产甲一个破病，实在是互阮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好佳在，早礼物来探望拄仔出世的优美的一位日本朋友来厝，看到阮的困难的所在，马上甲威斯裙下起来，将我已经堆敢若小山的肉珠仔甲我洗清气，并且去到市场买菜转来煮饭。伊甲我厝内底拢款好势了后，才阁转去。我伫饭桌仔顶悬看到两蕊的水仙花。陪伴着伊亲手准备的青草的暗顿，这互我一直到今仔日，逐摆我若看到清芳的水仙花，我拢会去想着因遮尔啊亲的友情。我的囡仔就是生长伫像阮遮尔啊温暖的环境中，毋过当我看到因无烦无恼伫日本领受着温情的时阵，禁袂牢嘛希望讲因会当甲台湾的小朋友共款。关怀爸母出身的台湾。伫我细汉的时阵，阮妈妈定定带我去阮兜对面南台中林祖厝的大门口埕，为草仔堆内底找出见笑草。伊互我用手指头仔轻轻摸伊幼咪咪的叶仔，见笑草的见笑甲两边的叶仔拢合起来，来甲你行礼，实在是足古锥的。若是落雨了后，你嘛会当看到田螺爬起伫细树枝顶头，颔棍仔春长长来看晴和的天顶。我嘛会对伊共款，颔棍仔春长长来看天顶一片一片的白云。有时阵看到刺毛虫仔，阮妈妈会甲我讲，伊伫要变做伫花草中间飞来飞去的叶仔。遮个故乡的一草一木点点滴滴。有真侪摆拢浮现伫流浪海外的我的脑海中，因好亲像是春天的日头共款，遐尼啊温暖来照着我，牵连着我对台湾的爱。所以我明白讲，若要培养有美甲有红对台湾的认同，就应该互因徛伫台湾的土地上，甲台湾的囡仔斗阵佚佗，使咱台湾的空气。毋过，暂时我无法度带因转去，做妈妈的我应该是要安怎做咧？我想足久诶，我开始将我知影的台湾讲互因听。我甲因讲，台湾的日头下雨水济，规个岛屿满是青山甲翠谷，太平洋的海影无人当伫咧冲着海墘，对飞龙机顶加看落去。台湾就好亲像妈妈手指头仔顶悬用旋石甲毛鉗起来的翡翠手指。有红伊足得意来讲，足水诶！我嘛有讲互因听，
美丽宝岛若拄着风台来甲亲门大户的时阵，迄种天崩地裂、声势惊人、遐尔可怕的情形。东家虽然嘛有风台，毋过甲台湾的风台比起来，无遐尔厉害。小朋友，恁拢捌拄过是毋？风透甲毋若甲门窗摇来摇去，甲要害去遐惊人。犹阁会甲遮尔粗，阁遮尔大丛的树仔，要甲压雨断。雨粗甲会互溪流中水，甲做田人辛辛苦苦种的稻仔拢淹了了。有时阵犹阁会夺走人命咧。优美听了，伊的目睭流露出悲情。伊讲，伊为着辛苦的做田人，感觉足心疼的。我嘛有讲足侪故事。逐个故事内底拢藏有台湾人的梦甲愿望，我甲遮个故事拢写落来啊。我的囡仔即马拢已经大汉，虽然因生活伫日本也是美国，毋过因对台湾心内是有无限的亲情伫咧。各位小朋友，若准讲即本册会当帮助恁搁较深刻来了解台湾。来带恁对台湾看搁较开阔的世界，无啥物会当比这，互我搁较欢喜咯。